过来，一般正常的拖吊车，拢是一届拖一台，或者是车斗载一台。但是南投有一台拖吊车是做一届拖3台，有2台像贴罗汉安尼贴伫个车斗，后壁再搁拖一台。对伫后壁驾驶是互这款超过悬、超过长的拖吊方式吓惊到，讲毋若视线去查条咧，毋敢来超车，嘛正惊这个车会规个陷落来。 民众赛车看到头前迄台拖吊车做一摆拖3台车，后壁车斗的所在2台车贴做伙，贴甲悬，就亲像伫咧表演特技共款。上顶面的是一台货车，下骹台是箱车，贴起来根要甲车顶边悬。啊，那拖吊车后壁搁拖一台轿车，互后壁的驾驶看甲讲气。很怕前面的车辆会掉下来，然后很怕勾到上面的那个电线，这样超车也不行，不超车也不行，这样。拖吊车违规载3台车伫咧路边。 酷重的所在，就伫咧南投巴罗溪顺溪南路顶，后壁驾驶拢唔敢越过，就惊拖吊车驶过坎坷的路面，规台车地偏落来。想要超车嘛看袂到头前路含拖吊车的车牌，方向顶嘛扣砸掉花。驾驶驶车是驶甲真紧张，嘛驶要5公里远。超长超高的部分可以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。 18000元以下的罚款，作弊号牌的话，可以处罚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。一般正常的拖吊，拢是一摆拖一台，或者是车斗顶载一台，这当确保拖吊轿车袂连落来。亲像安尼一捆拖3台轿车已经违规，若是发生事故，还担起损害赔偿的责任。警察卖掉监视器，将违规的拖吊车找出来，通知驾驶告案，而且改开罚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